台湾老人的海域里，明朗不息的西边山这个九龙岸边，你看，大家有点比较有名，龙岗岛的，我这个两公里就是今天的龙岗岛，没有九万的，有3万湾，就是我今天讲说到中心里。交通车长出来了，谢谢。听闻我们4月2日台铁408次太鲁阁事故，4月2日台铁408次太鲁阁号事故，我们深感哀痛。今晚，甘丹北顶闻思宝洲学校的学生和教职人员将为所有的受难者献上最深切的祈愿，祈愿逝者安息，速往生于善趣。伤者早日康复，也为伤亡者的家属及因这个事故受到影响的所有人献上诚挚的祈祷。谢谢。